Hello，大家好，係我莊哥啊。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6月4日，相信大家都睇到個封面同埋個標題啦。今日莊哥就想同大家討論一下而家香港飲食業嘅困境，同埋呢個困境有冇得解救呢？踏入2026年嘅下半年啊，香港飲食業不但毫無起色啊，而且每個月都會聽到不同種類，包括埋中西嘅餐飲啦、零售、點心啊、咖啡鋪啊，以及一啲多年老字號嘅大型連鎖店啊，都一一咁結業執笠添啊，非常之恐怖啊！有人話香港而家嘅飲食業已經進入咗冰河時期咁講，好多人都將呢個慘況歸咎於越嚟越多嘅香港人不想消費。莊哥喺呢度就唔想討論呢個議題啦，就係集中講下同埋分析下標題上高所講嘅業主無情及客無義啊。首先，莊哥就請大家睇下下邊嘅一啲照片啊。呢啲照片係莊哥係上個月拍嘅，地點係由灣仔嘅鵝頸橋西到灣仔地鐵站，約莫係4個街口。呢啲閂咗門嘅地鋪其中有約莫40%前身都係一啲快餐店啊、餐廳啊以及果汁店呢啲地鋪嚟嘅。雖然佢哋唔係位於灣仔嘅一線地段，但係生意都一直好好嘅。佢哋喺97年金融風暴啊，以及2000年初沙士肆虐期間都仍然係屹立不倒啊。但係不幸地喺2020年之後陸陸續續咁結業就立，一直到而家都冇城中油嘅出現啊。而灣仔區呢個係已經比較人氣高嘅地方啊，都有咁嘅苦況。其他嘅地區地段都可見一斑嘅。的確，一離開咗家門之後就會見到大量嘅地鋪啊、樓上鋪啊或者商場鋪嘅結業或者空置嘅，比比皆是嘅。並唔係某啲人所講話閂一間又開2間啊咁講，而執笠嘅數目真係一間一間又一間，4、5、6、7、8、9間，10間8間都係咁關啊！死入墳場就等拜山啊！佢哋最大嘅死因就係租金㗎啦。租金喺香港嘅貴已經係馳名國際㗎啦。但係個店鋪只要仍然有客流最多都係貴租貴賣，薄利多銷，撐得住嘅。但係而家面對嘅係生意額嘅暴跌，斷崖式咁暴跌嘅。而啲租金如果你唔肯幫補一下咁啊真係冇辦法撐得到㗎啦。而家啲業主啊，尤其係2012年後嘅鋪主啊，佢哋買鋪嘅目的真係為咗炒鋪，短炒為目的嘅，唔係為咗開善堂嘅。咁多年嚟莊哥傾過嘅鋪嘅時候都未見過有一個業主真係喺減租嘅。生意好嘅時候就係大幅咁加，生意唔好嘅時候都要加，寧願丟空喺度都唔會減俾你嘅，因為一條好嘅租約會令到佢哋轉賣嗰時加多千零萬咁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即使係1萬蚊嘅加幅啊，扣除所有成本之後，究竟要賣多幾多碟黑狗燒米啊，幾多個麵包啊，幾多杯果汁啊，或者幾多碗雲吞麵啊，至可以平衡得到嘅呢？尤其係嗰啲大型嘅商場或者係政府屋苑嘅商場啊，大業主嘅加幅真係從來未手軟過嘅。即使有時候你肯接受佢嘅加幅佢哋都叫你走嘅，因為佢哋好想租俾一啲出得起更多租金嘅行業嘅。你點嗌都唔會留你嘅。佢哋都認為好似佢哋嘅鋪係皇帝女就唔憂租嘅，東家唔租就有西家租啊。追求集團嘅最大利益係佢哋神聖嘅任務嚟嘅。另外有一類嘅隱形業主，莊哥就稱佢為業主2.0嘅，就係啲電燈公司啊同埋燃氣公司嘅。因為有利潤嘅保障所以經濟唔好嘅時候佢哋會加，而經濟大好嗰陣時候有利用話啲燃料附加費高咗又加嘅。
尤其電費嘅收費呢，係一種懲罰性嘅收費嚟㗎。你用得越多，佢收得你又多，額外嘅徵費呢又高咗㗎。真係貧者就繼續貧，想富者呢就唔准你富喎。而家啲小老闆啊，真係同業主打工嘅，尤其更甚啊！你簽咗條租約呢，你直情就係簽咗個賣身契嘅。咁至於客人方面又點講呢？唔知幾時開始呢，香港啲食客呢都變得特別啲脾氣暴躁，而且亦多咗投訴添啊！而家好多啲食客入嚟呢，就好似為咗嚟紮場或者揾短板咁，唔好食鬧咯喎，食物加咗又鬧你咯喎，服務態度差咗又鬧咯喎，唔乾淨或者環境狹窄呢又鬧咯喎，甚至話冇用到二維碼都係咁鬧喎。有啲人甚至咧將佢拍成短片，放喺啲小紅書啊、YouTube 上高啊，又創立啲乜嘢空門關注組啊、拍烏蠅關注組啊，喺度網絡公審，負面新聞多多，令到清者未能清，但係衰者就更衰。大家都有尊嚴嘅係咪？一早打開門就已經要面對各樣成本嘅壓力大山，又要孭埋呢啲咁嘅道德批判嘅枷鎖，你話係咪真係越做越谷氣啊？如果你話仲有啲錢啊，真係不如接咗盤生意佢，加入埋不想消費嘅大軍，享受人生算罷啦。講到呢度，咁飲食生意仲有冇得做嘅呢？大家都冇水晶球，真係唔能夠預測未來嘅。不過有幾點呢，莊哥就想講下。首先，酒樓食肆呢要檢討一下佢哋自己嘅收費標準啊。就係晚市嘅時候，點解一定係貴過午飯咁多嘅呢？點解過年過節嗰時呢又有指定嘅套餐嘅？點解入座嘅時呢有啲花生啊、酸薑啊要擺喺上面收費嘅？點解一碗白飯要收成20蚊？或者晚市嘅茶錢又收20蚊，一支普通嘅啤酒又收30蚊，真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啊！要知道啊，而家唔係你話事嘅，要分清莊閒至得㗎啦。至於食肆入邊嘅飯菜合唔合口味啊，及有冇預製菜啊呢啲問題呢，莊哥反而就唔係咁理會㗎喎。反正你嘅價錢合理我就嚟，貴我就去第二家㗎啦。而家仲有人掰你啲智商稅或者品牌入價嘅咩？點解咁有閉氣啊？因為有不想做靠山啊嘛。仲有啊，莊哥仲有啲其他嘅諗法提出㗎。將來嘅飲食業呢，會唔會呢面對塑料啊、垃圾啊、廚餘嘅分類呢？其他排污啊、清潔能源啊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嘅收費啊？係咪喺租金啊、人工、材料費用方面呢，又要加上呢一啲咁嘅諗法，百上加斤嘅呢？最後結論啊，香港而家除咗有不想消費、拉走啲食客嘅憂患之外呢，仲面對緊一種叫做修昔底德陷阱啊！美食天堂、購物天堂或者啲旅遊天堂呢，正一步一步咁俾深圳取代咗嘅。今時今日，如果仲有人對莊哥話要開酒樓嘅話呢，莊哥會豎起個大拇指，稱讚你係勇士啊！如果你話開2-3間呢，咁莊哥都話你係死士。但如果你話你想開成10間、20間，話將來準備上市、掠水集資咁啊，莊哥嘅大拇指呢只有向下，就話你呢什麼都不是㗎啦。好啦，我係莊哥，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，下次再會啊，拜拜。